娘在，不怕。娘，小妹，孩子！因我本该拦住大娇，却被他冲入钱江，才引发这场大祸。但愿能够多救几人。区区凡人罢了，死就死了。这大娇若走将攻城，才是祸害无穷。我本是大泽乡小河村的凡人，却在18岁那年遭遇一场天灾之祸。那一天，我看到山洪喷涌，眼睁睁目睹爹娘被卷走，小妹哭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娇走江。从那天后，我立誓修行，斩尽天下龙。我还活着。镇江将军管吃管住，有饷银，斩妖有功，可得先师赐下丹药攻防。能吃饱饭，还有地方住。你，还有你，可以，你不行。小的，愿意为将军效力。镇江将军，丙子营。准备，走，走。水，我要水。快走，吃不了苦的废物，不配吃军粮。这哪是粥，这就是刷锅水啊！能活着就不错了。听说隔壁营已经饿死3个了。装备栏已激活。检测到可装备物品白蜡杆枪，是否装备？装备。四强，我掌握了。原来世间万物皆可被装备，只要放进装备栏，就能得到加持，产生效果。好神奇！这就是我的机缘吗？今天连续刺枪100下，赏肉吃。肉，好想吃肉。开始。我也想吃肉。小子，怎么不累？这枪手好猛！鼓掌！100枪，完成了。好，好小子，叫什么名字？小的张玉，大泽乡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老熊最欣赏能吃苦的汉子。来人，拿肉来！谢武长赏赐。
爹、娘、小妹，你们在天之灵看见了吗？我一定会混出名堂。枪法练得越来越好，你他娘的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。天天吃肉，当然有力气练枪。人家能练100枪不喘气，你能吗？这20天来，我天天都能吃到肉，身体越来越结实。张玉，跟着老子多久了？回武长20日了。20日，刺枪、扎枪、拦枪全学会了。老子当年练这3招花了整整1年。从明天起，你当小队长，管10个新组。谢武长提拔。军械库里有口百炼刀，是之前缴获的，配得上你这身本事。明天去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那就是百炼刀，熊武长交代过了，拿去吧。刀法也是武长交代的，一并拿走吧。终于有了一把真正的兵器，试试看能否装备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拿到最强的神兵，斩了那走将化龙的大教，为爹娘和小妹报仇。那就是张宇，1个月前还是个饿得半死的新兵，人家现在是小队长，听说武长还要提拔他。张玉，出列，演练刀法。好刀法，过几天照场比武，别丢我的脸。今日照场比武，胜者赏黑甲1具，银10两；败者给老子洗1个月马厩。湘军的黑甲是妖牛皮所制，刀枪不入。有了它，我便能多一份保命的本钱。我的腿！小子，谁向着自己滚下去，省得老子动手！本武长看好你又如何？想在军中混，靠的是真本事。好快的刀！小心别停！还请2位见谅，奖赏我要定。承让。厚道法，胜了，胜了！哈哈！好小子，老子果然没看错你。张玉，接甲！白蜡干枪，白炼刀，再加上这黑甲，装备栏只有1个格子，如何是好？枪是根基，不能放弃；刀是主力，也不能换。甲是赏赐，可以保命。如果有第2个、第3个格子，该多好！献祭生铁10斤，银5两，金1两，可解锁第2装备栏。第2装备栏，
原来如此，原来装备栏可以解锁，天助我也！生铁、金银、佩刀、披甲，军中还有谁还是我的对手？今日叫你们来，是有件事要说。大帅下了军令，谁能带队立功，便可入乌城效力。吴长，入务城有何好处？不还是当兵吃粮吗？蠢货！瓮城是什么地方？那是长陵仙门的仙师坐镇之地，给仙师办事，办得好了，能赏赐上好丹药，神功秘籍，那才是真正的仙缘。丹药能让人脱胎换骨的那种。不错，所以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，谁能立功，谁就能一步登天。队长，你是在想瓮城的事儿？入瓮城当真有那么大的好处？队长，你有所不知，长陵仙门的那些仙师手段通天，随手赐下一颗丹药，就能让人力大无穷，百病不侵。听说前年有个小队长给仙师办成了一桩差事，得赐一颗洗髓丹，直接从凡人变成了修行者，飞黄腾达。洗髓丹变成修行者，这瓮城我一定要去。老师傅，我想求10斤生铁。10斤？小子，你要生铁做甚？打熬气力，练功用。原来是熊务长跟前的红人，成，10斤生铁，算你300文。老师傅，可知哪里能弄到金子？金子，那可不是咱凡人用的东西。瓮城里有仙师炼丹，用得着金子。听说给仙师办事，赏金赐银不在话下。多谢老师傅指点。书收，再次。什么动静？怎么回事？我们队长为了立功进瓮城，请命去荡魂岭斩妖，结果遇到一头熊瞎子。那畜生专爱吃人心肝，队长被他一掌开膛，心肝都被掏去吃了。我们10几个人就活着回来3个。为进瓮城，连命都不要了吗？生铁有了，吴长饶了我一次，只差金子。队长，喝点汤暖暖身子。今日那熊瞎子，你可知道来历？队长，您打听这个作甚？那可不是咱能招惹的。军营往东30里有座荡魂山，山上瘴气弥漫，寻常人进去就迷了魂，再也出不来。山里最凶残的就是熊瞎子，身高丈9，力大无穷，一掌能拍碎巨石。荡魂山，熊瞎子，如果得到更厉害兵器，斩杀他并非没有可能。队长，你可不要冲动。瓮城虽好，可熊瞎子不好惹啊。我有分寸。瓮城，仙师，丹药，唯有踏上修行，我才可能斩尽天下蛟龙。切魂黑甲，用力！队长，你这身子是铁打的吗？装备黑甲可以让我皮肤格外坚韧，比原来强出数成。
力道，斩铁如泥，队长这本事当真大得惊人。这些10日的苦练没有白费，不骄不躁，更用心打牢本事。好小子，是个可造之才。张玉，你来我手下多久了？回伍长，1月有余。1个月，从饿得半死的难民到凡境一重大圆满，你可知道寻常人要走几年？凡境一重大圆满。哈哈，老子忘了，你这小子没人教过。这世间修行者都要有灵根，没有灵根的凡人，只能磨练气血，大熬体魄。这就叫凡境。凡境分3重：炼金、炼骨、炼脏。炼金大成，身强力壮，为1重；炼骨如铁，刀枪难伤，为2重；炼造换血，气力悠长，为3重。敢问伍长，我是凡境几重？快要步入炼骨。愿为虎长效死！张玉必不负伍长期望。张玉，你突破炼骨，凡境2重，这50弹强攻，你拿去用。此功名贯日，曾随我射杀凡境2重的大妖，今日我把它借给你小子。
张玉，想在军营立足，本事很重要。咱们这里只是外营，你这小队长照样算军户，饿不死也富不了。想当将官，就得进瓮城领个好差事，给仙师办事，才有前途。装备，灌日功附带的效果，让我有应试之能。军营之中最重要、最厉害的本事，便是弓马骑射。射术出众，不仅能斩杀熊瞎子，还能得到仙师看重，赐下丹药功夫。部长，什么样的射术才叫出众？开50弹强弓，百步穿杨，以实践为主，半数命中靶心，那就是拔尖的水准。可入瓮城进神秘营。多谢伍长栽培，张玉必不负所望。你若没本事，老子也没理由给你这个机会。熊瞎子凶得很，搞不好丢掉小命。你自己想清楚。强攻在手，还怕什么熊瞎子？50弹强攻，队长射不准啊！才过3天，队长就射中红心了。100步之外，见血命中。9日，莫非真让自己捡到宝了？一个人去盗魂岭，怕不是找死？那可是张队长，人家的本事高着呢。纵若为儿，我从来说上不上钩。我警惕的出声。惊动的师徒，出手果然成精了。正面肉搏，我反境二主，他也反境二主，加之妖兽体魄更强，未必是对手，只能远处射杀。反境二主的大妖，果然麻烦。必须射中要害。就是此刻。今日能斩熊瞎子，未来一定也能杀尽天下蛟龙。张队长，奇怪，
张队长呢？往常这个时辰早就叫上操练了，今日怎么没见人影？你们还不知道，张队长昨日独自去了荡魂岭。荡魂岭去了还能有命回来？我听说那山上有吃人心肝的熊瞎子，王队长就是死在那里的。哼，瓮城哪有这么容易进？必须立下斩妖功劳。那小子才来军营多久，一门心思就想往上爬，即便落得跟老王一个下场，活该。还是咱们队长沉得住心，熊瞎子啥时候都能杀，何必急于一时？对呀，对呀。况且那个张队长一个人去，连帮手都没带，实在太莽撞了，哪像咱们队长谋定而后动。可惜那把贯日弓啊，早知道就给拦住那小子。张队长回来了！张队长回来了！怎么可能？居然活着回来了！熊瞎子真的被他杀了！张玉不辱使命，斩杀熊妖，将此熊皮献于武长。好，好，做得好！快些起来！老子必给你请功，这份功劳足够你进瓮城领个好差。这小子真的做到了，斩杀熊妖，要进瓮城做大官了。贯日弓可还好用？多亏了他，才能射杀熊瞎子。此弓神威，百步穿杨，无坚不摧。用够了，用够了，还不赶紧还给老子！罢了罢了，你用的趁手，那就拿着。老子只想在营中养老，往后杀不动妖了，给你得了。谢武长赐功，张玉必以此功射尽天下妖魔。往后你进了瓮城，只会比我更有前途。搞不好，老子还要叫你一声张大人。一切都是武长的栽培，张玉必然不忘提携之恩。熊妖内丹，可曾取了？品相中等2道妖纹，仙师定然大喜，说不得就要赏赐你一些好东西。你可有什么想要的？我想要些金子，不用多。金子？你要那玩意儿做甚？寻常百姓也用不到，军中也难花销。我家就剩下我一人，我想攒点金银，讨个好婆娘，传宗接代。好小子，老子还以为你要什么神功秘籍、灵丹妙药，原来就想讨个婆娘。成，老子跟仙师说说，赏你几锭金子，让你娶个10里8乡最水灵的姑娘。谢武长。检测到献祭物品，是否解锁第2装备栏？终于可以解锁了。
长陵卫乃是长陵仙门麾下，听从仙师调遣，我等围绕云梦大泽设立诸多城寨，形成一道防线，抵御诸般水族妖物。长陵仙门是什么地方？长陵仙门乃天下正道之牛耳者，若没有仙师匡扶，我等早就沦为妖族口粮。仙师，怎么样才能修仙？修仙要有灵根，小子。你若有灵根，等到了瓮城，仙师自然会将你引渡进仙门。根就是好物。好吧，小子，你头回进瓮城，老子给你带路去神秘营。二哥，再来坐坐呀。这是外城，你以后讨了婆娘，就在这里买个宅子，小日子舒坦。要是一时讨不着，也可以到这儿破了童子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摇牌。小子，赶紧上前见过徐都尉，这可是你以后的上官。你就是射杀熊瞎子的那人。南境三重，在这瓮城里果真卧虎藏龙。不错，是个好苗子。老兄，你这次总算没糊弄。我哪敢糊弄都尉您？平常您交代的差事，我都尽心尽力办好。去领50两银子，这小子我要了。我只能带你走到这里了，张小子，往后的路自己好好走，切记守规矩，莫要强出头。老熊还挺稀罕张玉是吧？大泽乡的流民，确实是个稀罕物。咱们神臂营里的泥腿子可不多。带他下去，领新袍，脱新甲。是。不知道这小子能挺过几天。熊武长说，切记守规矩，莫要强出头。我到这儿该守什么规矩？这位先生，请留步。您的银子掉了。这的确是我丢的银子，张小兄弟果真是热心肠的好性子。张小兄弟，你可知道瓮城有4大营的说法？果然没白花钱的地方。还请先生指教。在下姓宋，叫我老宋就好，不必那么生分。好的，宋先生。这位张小兄弟倒是足够机灵。咱们长陵卫有4大营：神臂营、武威营、天水营、仙灯营。后面2个不用管，那都是仙师直接调遣的精锐。
咱们瓮城里头神臂营和武威营的人最多。张小兄弟，从古至今，骑射都是世家子弟的本领。熊武长临走之前的那番交代，意思是，你进了神臂营，遇事能忍则忍。看来神臂营的水很深，不像外边那么好站稳脚跟。张小兄弟，这是你的。熊武长赏赐的黑甲可让皮肤更坚韧，这副红甲似乎用树藤所制，有抵抗瘴气、入水不沉的效果。至于这步弓，勉强增加几分射术准度，远不如贯日弓趁手，只能用来训练。我如今已经练骨大成了，接下来就要练藏，突破凡境3种。小何，居然来新人了。麻烦这么快就找上门了，能忍则忍。虽然熊武长让我能忍则忍，可我也不能被人随意欺凌。俺叫张铁，往后大家都是一个营房的，有啥需要帮忙的地方直说。老张，你长得这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别给新人吓到了。张铁大哥，我叫张玉，往后请多关照。张兄弟，神臂营的考核要求便是射术5要。射术5要，射术5要分别唤作白矢、参连、眼柱、香尺、景仪。所谓白矢，就是开弓的臂力要强，能将强弓拉满；所谓参连，是指射速，一箭射出能够立刻连发3箭；燃柱便是空弦手法，上箭要快，发放干脆。香尺乃是开弓姿势，手臂要平直如尺。至于景仪，乃射术最高技艺，4箭连发，接中靶心，并且呈井字形排列。4箭连发，这等精妙射术，非神射手不可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张兄弟，听说你在城外射杀熊瞎子，想必剑术不凡。侥幸而已。咱们训练的步弓在20弹，我称张兄弟你能开几次？20弹，贯日弓可是50弹。听说咱们神臂营来了个妖孽，什么妖孽？能有多厉害？一口气连开20弹弓，整整50次啊！哇！张铁大哥，我这还算及格吗？你小子哪来的气力？一口气连开20弹弓，足足几十次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走，跟我去见罗教头。拉弓最能练骨力，筋强骨坚则气力大，才能开得强弓，射杀妖兽。你们当中只有灵犀一人能开50弹。教头，咱们神臂营这次可是捡到宝了！教头，这位张兄弟，他拉20弹的步弓，能开几十次，简直天生神力。这小子是个生面孔，居然有开20弹弓不吃饭喝水的本事。老张，你还是这般不懂规矩。这射生院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的。再者，开20弹步弓而已，又有什么大惊小怪？我少时便能开30弹。神臂营以射术5要为主，若能达到白矢，即臂力上等，能拉20弹弓数十次，都能领赏破风10掌。当玉有这份本事，为何不能前来领赏？原来有赏赐。熊武长虽然说过遇事不妨强出头，但该争的机会不能错失。禀教头，我其实有开50弹弓之力。50弹强弓可开10次，皆如满月。
100步之内必中靶心。张兄弟，你可不要胡吹大气，罗教头眼里最揉不得沙子。哈哈哈！50弹弓，乃射术5要之中百史之最，就凭你欺瞒上官，我看你是想挨军棍了。你此言当真？若是现在收回，本教头念你初次犯过，可以不罚。不敢欺瞒教头，我有这份自信。很好，既然你说了这话，本教头便看看你的本事。如果开得了50弹弓，评为上上，本教头不仅要向都尉保举你做使长，还把这枚玄钢扳指赐给你。但凡神射手，常年拉弓必然伤手，若有一枚扳指保护，倒是好很多。这枚玄钢扳指，可是罗教头的心爱之物。张宇，领命。50弹？我不信，那小子看着不过16、17岁，哪来那么大气力？即便真能拉开，得罪了林少爷，以后在神臂营也没有立足之地。林家可是世家大族，林少爷的叔叔已经拜入长林仙门了。这小子怎么跟钻研射术10几年的老剑手一样，那股气度？难道他打娘胎里生下来就摸过功？林少爷，查清楚了，这人是刚进神臂营的泥腿子，并非世家入人，是从外营举家来的流民。一个泥腿子也敢跟我争风头，我看他是找死！真以为射术随随便便就能学得精通？是啊是啊，我等10岁开始就练力拉筋，等到14岁，每天用掉100余支箭，从5弹弓加到10弹弓，如此苦练，才有今日射术。他一个饭都吃不饱的泥腿子，还能跟凌少爷您争，不知死活！哼，我倒要看这泥腿子怎么收场。50弹，哼，我等着看他双臂折断。看！中了！真的中了！红苗子，100年难遇。这泥腿子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一定用了妖法！张师长，张师长，张师长，张师长全力，张师长全力！好，好，好！从今日起，张玉便是我神臂营师长。杂念瞬间消失，练功运气更加专注了。张兄弟，你今日可给咱们营房长脸了！灵犀那小子脸都绿成茄子了。张铁大哥，以后叫我张玉便是。被提拔为神臂营的师长，往后俸禄更高。如果准备更多的生铁和金银，便能凑足解锁第3装备栏的条件。张师长，徐都尉传令，明日卯时教场点兵。前将出现妖兽铁背鳄，伤我渔民数十。神臂营陪愿前往除妖。铁背鳄，那畜生鳞甲比铁板还硬，上次李师长带人去，连箭矢都射不进去。蓝箭3重的妖兽，咱们去不是送死吗？禀都尉，张师长昨日大展神威，100步穿杨，此等妖兽对他而言，想必易如反掌。张师长，你该不会不敢去吧？凡境3重的妖兽，我也不是没射杀过，立功的机会，我可不会不要。张玉，甘愿领命。张兄弟，那铁背鳄皮糙肉厚，寻常箭矢射不穿。灵犀那狗娘养的是要害你。我知道，你知道还去？想在瓮城大营站稳脚跟，一味藏拙没有用，
反而让人看清，想出头必须立功。哼，这送上门的功劳，岂能不要？做得好，徐都尉定然会有赏赐。我正好决计迎解锁装备案。老师傅，劳烦将这30支箭的箭头打磨出3棱血槽。箭头开血槽，头回听说。张兄弟，那铁背鳄肉厚实的很，即便箭头开了血槽，恐怕很难造成多大伤害。自有妙用。张兄弟，钱江的铁背鳄可难对付，要不我带几个弟兄跟你去。张铁大哥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但不必了，我自有把握。破甲剑乘以30，效用穿透破甲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有贯日弓和破甲剑，必然能够射杀铁背鳄。少爷，他清楚了。那张玉打算孤身前往钱江猎杀铁背鳄，孤身一人，好得很。铁背鳄的内丹可是水属灵物，若能献给仙师，也许能传我修行之法。你带2个好手，暗中跟踪，等那泥腿子与铁背鳄斗得两败俱伤，杀了他，夺了内丹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少爷妙计，那张玉死定了。见过师长大人。来时是小卒，如今能够被尊称一声大人，我也算是出息了。跟上去，别让他发现。爷，爷救命啊！老人家，快醒醒！铁背鳄每一个月都要吃人，上个月吃了我孙女，这个月若不送人投江，他就兴风作浪，水淹村庄啊！老人家请放心，这妖我除定。那畜生每日午时就在那片水域出没。在水下无法射杀，必须引他上岸露头。有人跟踪我，难道是灵犀的人？正好有儿有了。等那泥腿子与铁背鳄斗得两败俱伤，我们再出手杀他夺丹。林大少让你们来送死，你们还真来！狂妄！你一个人还想杀我们3个？怎么可能？他不止剑术厉害，武功也这么猛！你们不是想要铁背鳄内丹吗？我送你们去喂他。就在此刻，必须在岸上杀他，否则回到水下，我再无机会。好畜生，力气比熊瞎子还大！检测到可装备物品妖丹。罗教长曾经说过，
有灵根的修行者才能掌控五行。我能遇水，算不算是有了水灵根？可惜，这内丹不能贪墨，必须要拿回去交差。这铁背鳄也不能浪费。爵爷，你为我孙女报仇了，老朽给您做牛做马。今日宴请全村，一起吃肉。大哥哥，你能教我怎么杀妖兽吗？想杀妖兽，首先得变强，要成为修行者。张玉斩杀樊境3重铁背鳄，现单于都尉。好小子！樊境2重单杀樊境3重妖兽，怪不得老兄这么稀罕你。淬骨丹1瓶，可助你炼骨大成。樊境3重，指日可待。另次进入摄政院资格，可选一门剑术修行。追星剑射速无双，3剑连珠，鹿血剑威力巨大，杀伤极强。天意4象剑，张玉，这门剑术最难练，不仅要求射术武全部精通，还得用4种大妖的精血为辅，必须贴近金木水火4种属性。4种大妖精血，据传，此乃长陵仙门的某位仙师所出，专为猎杀大妖。张玉，我劝你谨慎考虑。我本来就以斩尽妖魔为目标，这等剑术正适合我。这就是丹药的用处吗？一颗淬骨丹，抵得上我半年苦修。这一片淬骨丹，足够我樊境2重大圆满了。接下来就是樊境3重，要炼造骨。这小子居然选了天意4象剑，你觉得张玉天分如何？万中无一，罕见的奇才。我听闻那些修行者无不身具灵根，天资聪颖，这小子兴许就有灵根。有灵根便能被仙师引渡，踏上修行之路，从此长生久世，御剑飞天。下个月，长陵仙门的金兰仙子途经瓮城，巡视防线，就看咱们神臂营能出几个好苗子了。天意4象剑最难练，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。
下个月，长陵仙门金兰仙子驾临瓮城，挑选仙苗，引渡仙门。仙苗能被选中，就能修仙了，成为仙师，便能飞天遁地，逍遥天下。听说凌家大少爷凌远去年就被选入仙门，凌熙是凌远的弟弟，说不定也有灵根。等我身具灵根，成为修行者，张玉，我要你跪在我面前求饶。1个月时间，再找一头凡境3重的大妖，取其妖丹装备，看能否让我身具灵根。看到张兄弟这样生猛，让其他人咋还能安心训练？这般天分，太妖孽了。10日饱修，才凝聚出一丝青龙虚影。天意四象界果然很难，必须要有大妖精血激发灵性，才可能达成。凡境3重的大妖去哪里找呢？明都尉，属下想打听瓮城周围可有凡境3重的大妖。你想猎妖取丹，修炼天意四象界？瓮城800里外有一处地方，名为哀牢山，里面妖物盘踞，幽冥赫赫。金毛狮子、3手狼王、青花娘娘，他们都是凡境3重的大妖，已有灵智，生性狡诈，必须要凡境3重才可以对付得了。你如今还差些火候。谢都尉指点。凡境3重，炼藏换血，成了！凡境3重，可以前往哀牢山。只要射杀大妖，把内丹放进装备栏，就能得到灵根。凌少爷，张玉独自前往哀牢山了，咱们不派人跟着？不必了，这是我大哥凌远所给的判灵符，我早已用它在张玉身上测试过了。张玉他压根儿就没有灵根，是个不能修行的废物。原来张玉是没灵根的废物，亏得罗教头和徐都尉还这么欣赏他，都看走眼了。我倒是希望他能活着回来，亲眼看本少爷踏上修仙路。妖物吃人，他烤的肉自然也是人。我如今凡境3重，炼藏换血，战力暴增数倍，杀妖如土狗。检测到狼妖丹凡境2重，可装备，获得妖气遮蔽效果。装备妖丹，我的妖气装备。这样一来，岂不是能够伪装为妖物？
三手狼王射掉一颗脑袋，恐怕都不会死，必须射出连珠箭，一鼓作气将其3颗头颅同时干掉。山神大人，本月贡品奉上，求山神庇佑村庄。这狗屁的世道！凡人拜妖为神，把婴孩当成贡品。不错，此次的贡品很鲜嫩。射术一药，以锦衣最上，凭我的剑术，绝不会失手。你杀了山神！你杀了山神！我们都要遭报应！装备。陷孩童给妖物以求苟活，我若是你们，宁愿死了。下品杂灵根，活杂不纯，修行无望，可为杂役。不可能！怎么会？我怎么会是下品？我大哥可是中品的火灵根！你莫非在怀疑长陵仙门的玄灵法境出错了？杂灵根修行无望，神臂营中可还有其他人？确实还有一人，名叫张玉，他外出斩妖，至今未归。这就是仙师吗？张玉，你可算回来！赶紧上前，让仙师检验灵根。杂灵根也是灵根，总比这个废物强。我就知道这小子有灵根，神必营捡到宝了！居然是5行灵根之中最少见的金灵根！不可能！翰林府明明测过，他是没有灵根的废人，废物！放肆！玄灵法境乃掌门亲赐，岂会有错？张玉，金灵根，中品，可为内门弟子。张兄弟能够修行，张兄弟要当仙师了！果然，只要装备妖丹，我就可以获得灵根效果。倘若集齐5种妖丹，金木水火土，岂不是能成为传闻中最顶尖的5行灵根？贫道云舒，乃翠微峰弟子，负责接引新入门的师弟。见过云舒仙师。哎呀，切莫这般叫，贫道还未筑基，当不起仙师2字。亏的还是世家子弟，一点礼数都不懂。2位都身具灵根，可愿踏上修行路，拜入长陵，除魔卫道？愿意，在下愿意。灵犀愿为仙门赴汤蹈火。张小弟，你呢？我生于小河村，长在大泽乡。阿胶走将兴风作浪，使我全家葬身洪灾。我投身行路，苦练本事，只求一事，便是斩尽天下龙，除去世间妖。张小弟有这份志气，何该入我长陵仙门，匡扶天下正道？2位暂且下去休息，容我请示楚师姐，安排你们的去向。张宇，凭什么你处处压我一头？楚师姐，你觉得这2人如何？依你看呢？依我看，灵犀此人不堪大用，心性狭窄，又是杂灵根，
干脆丢到七玄峰做个外门杂役，任其自生自灭。至于那张玉，倒是可造之材。掌门有言，灵根资质虽有高下之分，却也该给后人一线机会，不可因一时之见断了他人道德。师姐教训的是，先赐下先天阴阳五行真解的炼气篇，看他们修行的如何。3月为期，择优录取。中品金灵根，可惜，如果是上品的话，那颗仙剑便有主人了。好小子，我就知道你行！恭喜你要拜入长陵仙门了。前辈，拜入长陵仙门究竟有什么好处？长陵仙门弟子行走天下，斩妖除魔，权柄极重，便是王公大臣见了也要下马下轿迎接，何等威风！将金兰仙子乃太清峰的首席，天子都要奉为座上宾，小心伺候。金兰仙子一句话比圣旨还管用。这便是仙师二字的分量吗？金兰仙子可了不得，传闻是天品金灵根，刚到筑基期便有紫电仙剑认主。紫电仙剑，各清双剑乃长陵仙门祖师传下，能斩真龙的无上仙器。相传太古年间，真龙出世，妖族大兴，席卷天下，屠城灭国，生灵涂炭。正是长陵仙门的祖师铸紫青双剑，斩杀9大龙子，逼龙族退守大泽。紫电剑已有主，但青所剑至今还悬挂在太清峰祖师大殿的屋檐上，等待有缘人。还是罗教头见识渊博，啥都知道。谁还没有一个修行梦？只可惜我没有灵根，无缘拜入仙门，只能在这凡俗打滚。此乃先天阴阳五行真解炼气篇，今日赐下。凡夫炼体、炼筋、炼骨、炼脏，此为后天之道，再无前路。唯有身具灵根，才可以走先天之道。这便是修仙者的力量吗？有朝一日，我也要御剑9天，移山倒海，让天下妖魔见我皆负手。楚师姐说了，以3月为期，谁能率先打开气海，便可拜入内门。若是3月之内未能入门，绝不要做杂役，一定要比这个泥腿子更快一步。如今装备栏只有2个格子，狼妖丹必须占据1个，保持金灵根效果。这本先天阴阳五行真解也要占据1个格子，让我更好领悟。2个格子已经不够，必须再进行解锁。解锁第3装备栏，需献祭生铁万斤、白银100两、黄金10两。生铁万金倒是不难凑足，可黄金白银，哪怕我在神臂营做到都尉，恐怕也没这么多的家底。只能从仙师那里想办法。这就要入门了。不愧是中品金灵根，初次修炼就能引灵气入体，冲刷五脏。这是大哥给我的养神香，价值1000金，可以让我心无杂念，更快感知到灵气的存在。张玉那泥腿子有这份底蕴吗？只要牵引灵气入体，我便能迅速突破。那泥腿子拿什么跟我比？灵气跑走了，又是张玉这个泥腿子！这便是仙人的手段吗？换成凡境2重的我，恐怕一招就被斩杀。修行者果然厉害，张兄弟，俺苦练20年的剑术也赶不上你这一招的威力。张铁，你个莽夫，人家已经拜入长陵仙门，你该尊称仙师才对。不管我是何等样子，张大哥始终都是大哥，教头也始终是教头。
张玉从来不是一朝得势便忘本的人。好兄弟！以你的进度，再过半个月，应该就能把脏腑淬炼圆满，抵达凡境3重。灵气淬炼5脏6腑，便能凝于一处，洞开气海。到这一步，才是真正的修行者。张兄弟，你要小心。灵犀那家伙前日离开瓮城，听闻灵家有一株龙血枝，乃是好宝贝，说不定这次就是回去求取，用于打开气海，领先你一步。多谢张大哥提醒。姓林的3番私自找我麻烦，暗害于我。若不是我运气好，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他这次出城，倒是个机会。人敬我1尺，我敬人1丈；人欺我1丈，我自然要加倍奉还。此次求了老祖许久，才愿意把龙血枝借出，让我重开气海，步入炼气之境。泥腿子给我等着！还有那灵犀竟然看不起我！等我成为长陵仙门内门弟子，被长老看中，迟早一个个报复我。林家还派人随行，保护灵犀。这2人都是凡境3重，再加上灵犀，虽然也能对付，可纠缠太久，容易生变故。不妨调换。是狼妖，附近有狼妖群。少爷，你待在山洞里，千万不要离开。走，杀光这群畜生，别让他们惊扰少爷。怎么会遇到狼妖？该死！还好老祖派了护卫。狼妖可曾解决了？怎么会是你？张宇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是凌家之人，我大哥凌远已经拜入长陵仙门，你敢动我？你敢动我？凌家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你敢杀我，凌家不会放过你！谁会知道，一切皆是狼妖所为。果然，大家结社才能报复。这些银子足有好几百两，现在只差10两黄金就可以解锁第3个装备格子。听说灵犀的大哥凌远是上品火灵根，这门火压术应该是他的。等我哪天斩杀一头有控火之能的大妖，装备妖丹，拥有火灵根，便可以修炼了。好好享用吧。就差一点点，便可以洞开气海。灵犀已死在城外，你可知道？死了？怎么死的？尸身残破，疑似遭遇狼妖，连同2名护卫都被啃得面目全非。天妒英才啊！灵兄身具灵根，本来有大好前程，没想到夭折了。难道真不是他？
灵犀被害，林家那边恐怕会掀起风浪，你要小心。灵犀被害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张玉，你还是太年轻，许多事情不在于你做没有做，在于你的存在有没有妨碍到谁。林家颇有实力，族中出了一个上品火灵根的灵远，便是徐都尉都要退让3分。灵犀身死，你顺利拜入长陵仙门，总有林家人会觉得心里不舒服，大人物心里扎了一根刺，自然会想办法拔去，这便是小卒子的悲哀。小卒子，总有一天，我不会再叫任何人凌驾在头上。解锁第3个格子势在必行，否则只能装备这2样，缺少保命手段，而且龙血志在手，无法利用，反而是隐患。10两黄金，该怎么弄到手？仙师炼丹会用到金银，城里有仙师炼丹，用得着金子。禀师姐，张玉求见。张玉，寻我所谓何事？莫非灵犀之死果真与他有关？他担心林家报复，所以找我庇护。大好男儿，有什么话不妨直说，莫要吞吞吐吐，做小女儿态。我想求金兰仙子一件事。何事？楚师姐向来不爱掺和这等琐事，张玉贸然开口，怕是要吃闭门羹。我想跟金兰仙子借钱。借钱？借多少？10两金子。你要金子做什么？我想攒起来讨婆娘。放肆！仙子面前岂容你胡言乱语？就为这个？我不白借，我从徐都尉那儿知道可以拿妖丹换赏赐，我愿意为金兰仙子斩妖，抵这10两金。好，云舒，你拿10两金给他，3日之内，我要看到一颗凡境3重大妖的内丹。终于凑够了。解锁！成了！好爽，感觉全身都被冲刷滴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洗精易髓吗？气血暴增，脱胎换骨，真是要好好感谢灵犀林大少的馈赠。给我看！成了，洞开气海，步入炼气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真正的修行者了。这是洞开气海的异象，好惊人的修行速度！这位张师弟，难道真是妖孽不成？3月未到，便已洞开气海，张玉，你真是次次出人意料。了不起啊！老熊那人不知看走眼多少回，唯独你让他给捡到了。他恐怕也没有想到你能够有今日之成就。一切都要感谢都尉的栽培。你既然洞开气海，成为炼气修士，凌家应该也不敢做得太过分。凌家势力之大，连徐都尉都要忌惮吗？还好我及早突破。禀都尉，我答应金兰仙子，为他猎杀3重妖物，取其内丹。你小子，当真手狠！来瓮城才多久，连着宰杀好几头大妖了。我修行之目的，便是斩妖。此去凶险，可要给你加派人手。请都尉给我几人，便于处理妖物尸身，免得浪费。把你为神臂营军侯，可统帅500人，你自己钦点人手随行。谢都尉。谁敢害凌家人，害我家妻儿，老夫必定要将他挫骨扬灰。长陵卫声称，
少爷是被狼妖所害。放屁！龙血之不翼而飞，难道也是狼妖所为？还好老夫有所防备，特意在龙血之上动了手脚。敢拿凌家的东西，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死！到底是谁破了老夫的千里追踪术？张兄弟，哀牢山还有2头大妖，金毛狮子和清华娘娘。咱们这次的目标是……来都来了，何不一锅端了，替哀牢山附近的百姓除害？还得是张兄弟你够狠！小老儿见过君爷。此前斩杀3头狼王，见到有山民献祭童男童女，换取妖物庇护，我顺手救下，安置在这里。张兄弟杀妖如麻，却有慈悲心，俺老张佩服。有没有好好听爷爷的话？我长大了也要像大哥哥一样有本事，保护村子。最近可有妖物袭扰村庄？自从君爷上回来过，哀牢山的妖物便安分许多。不过邻村闹了蝗灾，田地颗粒无收，村民未收得上粮食，度过荒年。最近开始修筑山神庙，供奉清华娘娘。吃人的妖，竟妄想做一方神灵，享用香火。老天爷啊，这是要绝我们的路啊！只要为清华娘娘塑神像，诚心供奉，清华娘娘就会庇佑村子，驱赶蝗虫，保你们风调雨顺，五谷丰妖言惑众，供奉妖物，造庙立香，大逆不道！君爷，我们也没办法，这蝗灾不除，全村人都要饿死啊！求君爷开恩，给我们一条生路！清华娘娘法力无边，挥一挥手，蝗灾便散。君爷若不信，等神像塑成，一看便知。君爷有所不知，蝗灾声势浩大，自从我们开始拜清华娘娘，便好多了。一群愚民！那清华娘娘是妖物，吃人不吐骨头，怎么可能平白发善心？张兄弟，咋办？要是强行捣毁山神庙，这帮村民恐怕要跟咱们拼命。区区蝗灾而已，解决又有何难？看住这神婆，不许她通风报信。岂会无缘无故闹蝗灾？背后必定有蹊跷。找到你了！修行者，雕虫小技，还敢装神弄鬼！蝗灾已除，不必惊慌。此番蝗灾便是此妖所致，本官已经将他斩了。没有此妖驱使，蝗虫不再成群，饥荒自解。谢过君爷大恩大德。这老婆子妖言惑众，骗取钱财，修筑神庙。诸位乡亲，她用你们的血汗钱造了庙，扶了像，难道你们忍得下这口气吗？娘救我！清华娘娘救我！君爷，蝗灾虽除，可粮食一时半会儿收不上来。个刁民，难道还想让俺们开仓放粮不成？你们村没粮吃，别的村难道就好到哪里去？没粮可吃，那就换其他东西。只要你听我的吩咐，保证填饱肚子。这位君爷难道会法术，能凭空变出粮食？架起几口油锅，越大越好。去，把这些蝗虫捉来，越多越好。
香脆可口，比肉还香。酥脆，当真美味。奇了怪了，这黄铜炸起来就有如此美味。竟敢捣毁本王的庙，长陵卫着实可恨。本王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君爷有所不知，平日里下山袭扰的大多都是小妖，偶尔抢些牛羊血食。真正厉害的大妖都在洞府里面不怎么露面，主要便是3位大妖，其中那个狼妖让君爷斩了，还剩下金尸妖跟叫做青花娘娘的青蛇妖。金尸妖年岁最大，打从我爷爷那辈起就在哀牢山。青花娘娘手下小妖众多，也不是好惹的。该怎么对付那头蛇妖，又怎么能把金尸妖也一网打尽，省得以后再跑一趟。如今洞开气海，不如炼气初期，有金刃术在手，可斩蛇妖。俗话讲，毛多若火。如果我能装备一颗火属性的妖物内丹，就能学会火压术，对付金尸妖。妾身青花，求见狮王。你有何事过来搅扰？狮王可知道，长陵卫已经注意到哀牢山了。狼王之前被斩杀，如今他们又盯上妾身。如果咱们不团结起来，迟早落得跟狼王一样的下场。杀长陵卫也许会招来长陵仙门的弟子，别的弟子倒不怕，只是楚金兰那个姑奶奶，你我惹不起。长陵仙门固然厉害，但他们管不到云梦大泽。如果狮王愿意跟妾身联手，吃了山下的村民，再把长陵卫当成血食献给焦殿下，楚金兰也拿咱们没办法。你认识云梦大泽的焦殿下？曾与妾身有过一夕之欢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就先下手为强，除掉长陵卫，投奔云梦大泽，省得窝在这儿受鸟气。长陵卫毁我庙宇，这笔账我一定要他们100倍偿还。青花，听闻你收拢山下村民为你立庙，莫非你有化形之法？狮王说笑了，世间万千妖物，能够完美化形少之又少，妾身岂会知晓化形法？你不是焦殿下的姘头吗？焦殿下可是龙裔，若非被长陵仙门的楚金兰坏了好事，走僵化龙失败，如今该是结丹期的妖君了。你如果不懂化形法，要凡人供奉你做甚？妾身王真没有什么化形法，狮王若想求法，把长陵……不必了，杀了你，再替你报仇，灭掉长陵卫，焦殿下一样会赏我。世间妖物化形是一道坎，未化形只能懵懂吞吐天地精华，修炼缓慢，手段浅薄。一旦化形，便能领悟天赋神通。哀牢山的青花娘娘居然懂得利用蝗灾威慑村民，供奉于她，还要立庙造像，来历恐怕不一般。终于快要炼化了，灵气化液，这是炼气中期的征兆。张兄弟，村口来了一头大妖，说要见你。妖，大妖来了！张军爷来了！这是青花娘娘。你便是长陵卫的头？听说你找我，
有什么事？本王想送你一桩功劳，这条骚蛇，你可以拿它的内丹回去请功。天底下岂会有白吃的午餐？条件呢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很简单，让附近村庄为本王立庙造像，日夜供奉，足足100天。作为回报，这株千年土莲也是你的。你想跟我谈生意？你们人族都是趋利之辈，有什么不能谈的？蛇妖内丹归你，千年土莲也归你，你只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至于这些凡人，他们心甘情愿供奉本王之后，也不会再受妖族祸害，一举两得，不好吗？听上去是一举多得，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。本王念在长陵仙门的份上，才这般好说话，就看你识不识趣了。兄弟，这头老狮子距离化形只差半步，你虽然洞开气海，但一无法器护身，二无法诀争斗，不好对付他。咱们从长计议。张铁大哥，长陵卫过往可有与妖物谈买卖的先例？也是有的，妖物便如杂草，除之不尽。长陵卫人手有限，所以对于做的不过分的妖物，也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也有道理。小子，你想好没有？我觉得狮王讲的有道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百姓为狮王立庙，狮王护一方平安，我也能拿着功劳回去交差，两全其美。我就知道，你们人族最聪明不过，最能分清楚利弊。对了，敢问狮王，这香火供奉可是人肉血食？当然，妖不吃人，吃什么？但你放心，我不会闹得过火，让你难办。每月只吃2人即可，不过要鲜嫩一些，太老的肉柴寡淡没味道。一月只吃2个，便能保证方圆100里的百姓安稳，真是划算。但我还有一个办法，更划算。哦，什么办法？砍了狮王的脑袋，永绝后患。你还说本王？狮王说的很有道理，但偏偏我从不与妖物讲道理。倒是有把子力气。张兄弟竟然力战半步化形的金尸妖！这小子好硬的体魄，有着龙血汁提供的强大气血和恢复能力，耗都耗死这头老狮子。这小子的体魄怎么比妖族还要变态？打伤瞬间愈合，气力源源不断，仿佛不知疲倦。你到底是不是人？检测到同属性妖丹，是否选择融合？同属性之物居然还能融合成一体，太好了，给我融！上品金灵根成了！张兄弟，你果真斩了金尸妖，许多卫都未必拿得下这头老狮子。2颗妖丹融合，
让我获得上品金灵根的效果，灵气吸纳速度是中品的3倍，而且金刃术的威力也提升了不止1超，也算是还了楚师姐的债了。你们是没看见张兄弟一刀一个，那楚瑶当场毙命。青花娘娘连面都没露，就被张兄弟斩于山神庙前。最厉害的是那头金尸妖，半步化形，身躯大如山，大战300回合，以伤换伤，硬是把那老狮子耗得筋疲力尽，一拳打趴下，取了内丹。真的假的？金尸妖可是哀牢山有名的大妖，简直神了！今有妖丹1颗，现与金兰仙子。洞开气海，斩杀半步化形大妖。张玉，你做得很好。你既已洞开气海，踏上炼气之路，也该正式选择修行之道。长陵仙门弟子有2条路可选：出世与入世。出世者清修于山，参悟天道，可得长生逍遥；入世者斩妖于野，匡扶正道，可得真传秘法。你选哪条？我选入世，唯愿斩尽天下龙，除尽世间妖。很好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既然你选择入世，我便赐你太白分光剑诀1部，灵犀法剑1口。擢升张玉为长陵卫都尉，统帅1000人，赐都尉甲1000段枪，即日前往仙灯营报道。仙灯营那可是九死一生之地啊！张大人拜入长陵仙门，居然没选择出世修行。张玉领命，必不负都尉厚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当初老子就看出来了，这小子是个犟种。怎么样，老子眼光毒吧？吾长英明，吾长慧眼识珠。改日得了空，得找吾长好喝一顿。这么年轻的都尉，靠关系上来的吧？斩妖攻击骗不了人，张都尉手上所斩的大妖血比你多得多。可他这么年轻，升迁这么快，哪能服众？又怎么能镇得住仙灯营？能被楚仙子亲自提拔为都尉，必有其过人之处。陆地上那些妖物算什么真龙子嗣？哪有云梦大泽来的凶？这里的甲士居然个个都是凡境3重，不愧是抵御云梦大泽水族妖物的第1道防线，怪不得人人都想当大官，这待遇确实爽快。装备栏格子始终不够用，第4格的解锁条件竟是白银1000两、足金100两以及灵石10颗，这条件越发艰难，若不踏上修行路，哪里攒得够？检测到聚气丹3颗，是否装备炼化？装备炼化。只差1步，便能筑基。张大哥，谁干的？张兄弟，算了，他不是人，他是我孔明的女儿啊！光天化日，强抢民女，还有没有王法？坏本公子的好事，找死！张大哥，你安心养伤，这笔账我去给你讨回来。张兄弟，惹不得，我自有分寸。张都尉饶命，都是焦公子所为，与小人无关啊！小人也是被逼无奈。焦公子，焦公子乃是钱江老焦的儿子，那头老焦走江失败，蛰伏在钱江，其儿子却时常出来，最喜欢掳掠民女填入后宫，
曾有仙灯营的某位校尉出面阻止，然后钱江城下了足足3个月的暴雨，洪水泛滥，毁堤淹田，百姓死伤无数。张都尉，您说谁能奈何得了他？被逼无奈。是啊，小人也是被逼无奈。你的舅公子要人，小人不敢不给呀。被逼无奈，那你为何不把自家女儿送出去？好，张都尉好威风，可惩治富户有什么用？没了王员外，还有李员外、赵员外，真有种就拿焦公子开刀，敢吗？少使激将法，以自己为卵子，对那焦公子敢怒不敢言，就觉得别人也是。你不敢做的事，我去做便是。钱江城有我张玉在一天，便容不得妖巫肆意妄为。焦公子年年都要纳妾娶亲，钱襄城百姓还特意为他办了一个节日，名为龙王诞。每年龙王诞都要从10里8乡选出少女，投江下去，送给焦公子。家家户户不知痛失多少女儿啊！百姓心甘情愿，仙灯营听之任之。焦公子也不过堪堪筑基，并非无人可杀。但杀了焦公子，触怒老焦，钱江城便要化为一片泽国，数十万百姓葬身鱼腹。听之任之，不闻不问，讨一个公道，便如此之难吗？啊！金兰仙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已是长陵仙门弟子，理应叫我师姐。楚师姐，你想杀焦公子？为什么？钱江城并非只有你一名都尉，也并非只有你一位修行者，他们都能忍这口气。你初来乍到，为何想强出头？楚师姐，我曾在书上看过一句话：苍生如蚁，默默无言。苍生如蚁，默默无言。凡夫俗子就像杂草，就像尘埃，就像蝼蚁。他们声嘶力竭叫喊，却也无人听得见。我也曾是杂草，曾是尘埃，曾是蝼蚁。我矢志修行，只是想替苍生站在那些视弱者为鱼肉的妖族面前，让他们知道蝼蚁也要放生，仅此而已。尽管做你想做之事，天塌下来，师姐替你顶着。龙王娶亲，武则天长。哈哈哈哈！今年的新娘倒是谁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敢来坏本公子的喜事！就这点本事？区区炼气修士，也敢在本公子面前放肆！你这贱种，竟敢伤我！你敢杀我，我父亲必定不会放过你，钱江城都要死！彻底服了！这位张都尉太猛了，果真是长陵仙门的英杰，一怒拔剑，杀焦除害，好汉子。张都尉是痛快了，咱们却要给他擦屁股。老焦震怒，该怎么办？到时候毁堤淹田，百姓如何活？老天有眼，焦公子死了，我女儿的大仇得报了。老焦震怒，水淹钱江城，我们都要死。
除非把张玉交出来，否则水淹钱江城，鸡犬不留。散！你怎么能驱散云雨？你身上有龙气。张玉，本王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张玉，多谢你引出老焦，我寻他已久。但老焦是半步结丹，皮糙肉厚，我虽是紫殿剑主，未必破得了他的逆鳞，斩杀得了他。那如何才能展开老焦逆鳞？老焦是半步结丹，除非仙剑发挥全力，才能展开逆鳞。但紫殿剑至今未曾完全认主，发挥不了10成之力。交出杀我儿的凶手，本王尚能给尔等一条活路，否则水淹钱江，鸡犬不留。张都尉为百姓除害，为咱们仙灯营争气，难道你们如此没种，要出卖同袍？谁若怕死，自己脱下甲衣，贪生之辈不配入仙灯营。因死不退，与钱江共存亡。你这老焦终于肯露面了。当初走江水淹大泽乡，死伤多少无辜百姓，这笔账你我该算了。凡人命贱，岂能与龙翼相提并论？楚金兰，你阻我化龙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我族生来便有天赋神通，你如何能杀我？你以为本王化龙失败，功力便会倒退吗？本王乃真龙后裔，凭你也配斩我？张都尉，他想做什么？他只有中品金灵根，降服不了紫殿。紫殿剑完全认主了。我愿生生世世斩尽天下龙。